去呀！哎呀，三郎啊！提起滂沱路厉害之猛火哦，那些不是路的是这样左边传来，右边转去，转来转去是走不出去呀，走不出去，还有一路之上俱是埋伏，厉害得很呐！都有哪些埋伏呢？这是军事秘密，我是哪里知道？老婆，这滂沱路到底怎么走啊？哦，有4句话儿，你且听了。老婆，请讲。遇见河阳市能吃滂沱路哦，见是下有船此东莫公。遇见河阳树向右转弯，就是生路了。真是，若是旁的树木呢？若是旁的树木俱是死路，你要记下了。多谢老婆，告辞了。开门呐！外面什么人？这么小三儿呢？开门呐！哎呀，快点开门呐！哎呀，快点干什么了？开门！啊，老头儿啊，原来是小三公，是我呀。小三公，你哪里来的这样的好酒啊？只因我拿住了梁山的奸细了。哦，三少爷赏了我几10两银子，还有大坛儿的酒，大块儿的肉。这酒呢，让我给吃了，喝了，这肉呢，也让我给喝了。起了。哎，老头儿，你瞧，这儿还有半壶，你尝尝。我不会这好酒你怕什么的？你过来，你尝尝，你尝尝啊！好酒怕什么的？你过，人儿上哪儿去了？八成上礼物了。你不出来，你不出来，我上礼物我拿你。小三公，在这儿呢。我在这里。小三公，你还是少饮些吧。干什么呀？你还有公事呢。什么公事儿啊？我呀，我刚发完了白领儿。这会儿啊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小三公，你头戴这里做甚呐？你不知道，只因那梁山的贼兵攻打咱们的庄子来了。老头儿，这会儿啊，已然困在了滂沱路，让咱们呢给包围了。咱们以白绫为记，红灯为号。那梁山的贼兵，他要是往东面接上，东面街上，他要是往西面包围。西面包围。老头儿，看梁山的贼兵，他要是敢来，就凭我杜小三儿，我就。
有的是。发这个，发这个，发这个。你们拿一个，甭客气。
不敬，臣是恭敬示状。得令。从家可定。你曾带领本部人马设下埋伏，曾知状前来接应，杀他后错手不关去。啊！
家会关系。家走。
哎
而要里应外合，内外夹攻，方可取胜。这里应外合。堂主，既有孙提辖大犯登州，投奔梁山，他以顽皮来世不交，可以混进庄去，以为诺衣。如此甚好，正是在备下厚列一份，送往李庄，了那李应，则会推迟三庄联盟。三两依然备齐，公明兄全向胡家庄，岂不一日反掌？好，待我修饰礼封，告知公明贤弟，即令孙提辖等直奔之庄，以备内应，哪怕之庄。
岂知是无不聪明。大官人，我梁山